港口有真侪人想要来摕，这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上任以来，逐年国庆拢会送限量免钱的旺旺包。今年已经是第5年啊，设计特别用孔色的配色，搁再掺国旗、红色、蓝色、白色的元素，写台北拍字，限量3000卡，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盖大卡。日咧国庆日这一天早起是6点半，市政府广场就会当来发兑换券，8点开始换。因为旧年排队人伤过济，路线小可乱糟糟。另外，阁有人因为摕无旺旺包，当场甲郭文德呛赌。郭文德今年特别交代讲，一定要特别注意规划路线。5代旺旺包，台北市第5代旺旺包正式展出，甲大家来见面。上站排着要去郊游，学者黄静莹嘛来做最佳的代言人。学姐黄静莹，我们市府的副发言人，为手提后背2用包包。哦，好吧，那我等下带这个包跟市长一起去跑行程好了。深蓝色的配色，加上牌仔顶面台北的英文字，透着国旗、红色、蓝色、甲白色3种色水，讲是有史以来上大卡，限量3000份，来想换就会摕袂到。因为它今年容量蛮大的，然后再加上它今年有多了一个上面有一个手提的设计，如果人比较多的话，就可以把包包改成手提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往前。客人才能吸引我啊！说跟你同事，你不要闹，不要闹。旧年排队的民众伤济人，有人摕袂到旺旺包，当面就呛市长柯文哲。排队的路线较乱，有引起民众不满。就市长在上班的时候，在公车上就有市民跟他讲说，他今年要来排队拿旺旺包。所以市长一直在叮咛，就是说今年的动线一定要拉好。去年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的排队啦，所以动线拉得不够长。目前国庆日当天，医生会伫咧市政府头前，早起6点半开始来发旺旺包的兑换券，7点半升旗典礼，8点就会开始来发。市民要来摕 CP 值上悬的旺旺包，排队就要趁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